咱来请琴来甲咱做前奏吼，前奏咱就来唱。来吟第一节，我来调戏。 这首诗咱咧吟的时，毋知有一种什么款的感觉，就是当咱不管是咱的脚踏入圣殿，还是咱伫厝的，伫遐开电视，伫遐开始来参与准备心参与礼拜，就是这首诗第一句讲的：我来调见你，调见什么人？调见救主、救赎我的主，我唯一的倚靠。 我所羡慕的救主。第二节讲，你就是慈悲，你就是活命。到第六节，对第一节到第六节，主你有真实，主你有应允。诗篇124篇第8节嘛讲。 阮得到帮赞是靠主上帝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我望咱吟这首诗的时，特别是咱一直到即马是到要年底，咱就将咱今年所有一切，咱来用迄种心情来调戏咱的主。咱过来唱第一节。 第一节，嗨！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我唯一倚靠，所信慕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把受苦痛，愿一切快。 头帮第二节，你就是慈悲稳定的云梦，应全灵的你，万民所尊重，有你大光明的万心掌光，我出你。 恩给大光来照阮第三站，你就是我命，阮对你心尊，一切恩惠来令你所分，有灵信息在令你。 拢总有6节，咱过来吟第二首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咱大部分的人拢是用正手，所以代表主上帝正手就是足有力、足有权能。第一节嘛是到第6节。 用写出仁爱、关能的话，主上帝用伊的正手写出仁爱、关能的话，指出咱应该行的路。
主上帝正手攻击、嫉妒、贪婪、怨愤、扶持、吊打、跋倒的人。主上帝正手医治、破碎肉体甲心灵。主上帝正手财政自由、望进来，咱来念。第一站，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出仁爱权利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心意甲天就拢有记载。第二章，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虽了暗大大话，真容易行歪转。天主上帝正手咱受引带。第三章，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攻击嫉妒、贪婪、怨恨，咱自私甲自利，咱骄傲甲不义，天主上帝正手拢受攻击。吼，这首诗甲前一首迄个感觉就无共款吼。咱礼拜时用这首来做咱的回应的诗吼。上落尾，牧师足多情的这个信息605首。这首诗是德国最有名的神学家，嘛是牧师潘霍华牧师。伊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因为反对希特勒这种真极权集权。迫害，所以伊向掠去关，伫监狱的中间，伊所写的一首诗。伫监狱有写另外一本册，叫做《狱中书简》。少年的时，我真爱读这本册。咱这首诗就是哪像感觉讲，潘霍华牧师伊行过人生的这个30几年的路站尔，总是伊关伫监里。伊真会当想象伊的未来，应该是讲无啥物未来，就是真紧的时间，伊就会向枪毙所以伊那亲就伫迄个写诗的中间，就已经差不多行了伊的人生，迄种感觉，咱每一个人来体会看觅吼。来，605首。第一站，高尊天气了开咱的保护，坚心听候出所安排。愿在上帝面前不停地照顾，他的心。日子主亲切，就第二站。虽然撒旦强逼我心情艰苦，向我路径背当当无法度，心灵行行你真求阮当。坚固，
这是主你甲我美满道路。第3站，你所天予我可背到满自然，上你亲定我的了解，我要感恩你心就来接受，因为亲信主为听他无。第4站，回上帝世界间你做事热情，享受灿烂日日更喜乐甘甜，常常纪念伊生日无袂见，我关伊人生情难所离。准备心来做礼拜。今仔日是总会所定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奉献地下伫咱座位的头前，请咱准备心。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人啊，伊捌指示你啥物是好，上主爱你是啥物，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三角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13首。请起立。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录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做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信徒的相通，做下面，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姐，参考因启文55篇来应答上帝话。启文55篇。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面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
你若着因为要穿什物操还？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活，明仔载互人血落花落。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你毋免操烦讲，我毋要食啥物。这个拢是外邦人伫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艰苦一日长，当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全能的救主，阮满心欢喜来阿罗你。你看顾遐个卑微的，你互骄傲的人见笑，互有权势的人自卑。你身高遐个卑微的，高举遐个互人看无，阁受压迫的人。等因受到无公义的对待，互人看轻的时，你要保守拯救因。你对犹太上帝的指派，对伯利恒这个稳密的所在，为阮人类带来迄位胜赢过死亡，阁对死人中国活的耶稣基督，互阮才会因为罪应该来受死的刑罚的人，会当因为你的慈爱来活。伫大港节气的中间，是阮面对家己失望、后悔、罪恶见效的时，会当重新得到毋忘的时刻。在即个听候甲毋忘的日子，阮一摆搁一摆来笑念你已经为阮所成就的事。主啊，你用超越阮理解的应允，用阮无法度通想象的惊喜，赏赐互阮才会听候你的人。求主互阮陪伴家己去超找道成肉体的奥妙，去思考最后审判的真理，互阮结出悔改的果子。免得阮伫圣诞的节期，只有表面上的欢喜庆祝，无有内心真实的信仰甲悔改。求你用你充满生命的话语，以及不断更新的听，充满你的百姓，也互阮甲普世教会逐所在忠实的基督徒，拢会当认真严肃来看待耶稣基督出世的即个世间对阮逐人生命甲即个世界的意义。各用喜乐的心，世间人宣告你所成就的大事，互你的正教会会当见证甲服侍，会顶面加添对你的信息甲顺服，互世界会当搁较明白你的旨意甲你的道路。审判人搁怜悯人的上帝，你呼召阮实行你的旨意，总是阮亲像悖逆的囡仔，听到你的呼召就回头走去。阮闪避你，无爱跟对你的道路实行你的旨意。你呼召阮伫世间见证你的美善，总是阮一摆搁一摆来失败。阮常常自私，无有温慈。阮美色亲像失丧的羊群。阮常常按照阮内心的私欲去行。阮违背你的律法，应该做阮无去行，颠倒去做遐毋应该行的。阮欠缺怜悯人的心，阮逐日看见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因为阮无有行动，阮渐渐对阮所看见这世间的悲惨，来变做麻痹甲无感觉。阮的人心有时会互阮家己感觉真惊吓，阮满心的罪恶，但内心并无感觉痛苦，感觉亏欠。主啊，求你怜悯阮即群悲惨阁有罪的人。照着你伫阮主耶稣基督内面，阮宣告的应允，拯救遐个真实悔改的人，除去阮无顺服的天性，赐阮忠实的心智，
阮需要你的话语，互阮伫世间来见证你的美善，接着阮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接着伊伫十字架顶面所流的宝血带来的和好，互阮会当过着敬虔、悔改、圣洁的生活。全能阁充满怜悯的上帝，阮带着见笑甲认罪的心来向你祈求。阮无画出你创造阮的形象甲款式。你对一个人来创造全世界，阮虽然平平拢是你创造你的囝儿，总是阮常常敢若欢喜，甲阮背景共款，意见相共的人斗阵，阮常常讨厌甲阮想法无共款的人。阮伫日常的生活中间起做看袂起的围墙，将阮家己甲因分开，造成即个世界伫族群、国家、男性、女性、阶级顶面的分裂甲对立。阮将基督接着奉献家己的生命，甲用国外的溃力所合一的世界来分开，造成即个世界侪侪的冲突甲战争。求你怜悯看顾你所创造的一切。接着你的大权能更新转化，互阮人为所破坏一切。求你接着你的恩典来转变阮，互阮活伫真正亲像伫耶稣基督内面合一的人，将耶稣所教示对撒玛利亚人甲外邦人的关心甲疼，具体活出来，使阮行公义的热情、好怜悯的热心。搁接着圣神的大权能、顺服的真理，谦卑来甲你同行。阮带着感恩的心，纪念所有伫世界各角落无私奉献，为着全人类的幸福，特别是为着遐个无法度通为家己出声的人，来委身伫公义甲怜悯，宣扬你的福音，造成和平的人。也求主，互全世界教会无分宗派。结连伫你的话语内面，成做属于基督信仰的大家庭，引带你的子民，共同行伫美善的侍奉的道路的顶面。伫阮自即追求和平甲公义的过程中间，求你互阮壮大，互阮内心坚固，尤其阮的悲观、批评甲固执，使阮忍耐、信实甲温柔，结出圣灵的果子。互阮毋但会当向你来悔改，嘛会使向你献上阮悔改所结的果子。求你充满恩典来接纳阮的祈祷，照你的智慧赏赐对阮上好的一切安排。阮深深拜咧以上的祈祷，即是阮也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讲。
请咱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2章第13节到第21节，是咱台语圣经汉语本第84页。路加福音12章第13节到第21节。这人中有一人甲伊讲：“先生啊，请你甲我的兄弟甲我分作业。”若是耶稣甲伊讲，伊即个人啊，是随设立我做恁的审判官，还是做分家业的嘛？就对这人讲，要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活伫另一人的活命，不在伊所执着的丰盛。就用譬喻对因讲，有一个妇人，伊的田园真好收，伊想来想去，讲。我无所在通囤我的土产，呾要怎样？佫讲，我要安尼做，要拆我的切葱，起较大个，就我的五谷甲柴米拢要囤伫遐，也要甲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侪侪财物积蓄，做侪侪年的路用，通轻盈啉食快乐。若是上帝甲伊讲，戆人啊，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你所备办的，要归什么人啊？既然为着家己积蓄财宝，伫上帝面前无好业的，也是安尼。讲道请地英仪牧师讲道，题目是坚信上帝主权。敬请的陈牧师以及咱上山教会所有长子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伫今仔日，今年的大降节的第3个主日，甲咱做伙参加敬拜上帝。嘛感谢上帝，互咱伫虽然3年外来，这个 COVID-19 带互咱全世界侪艰难、困苦、目屎甲死失。犹古当咱到伫大降节的时阵，咱怎样咧思考？为什么？上帝容允咱的人类面对这艰难、困苦甲目屎？请咱搁一遍参加同心来感谢。创造宇宙万物，也特别用你家己的形象，赏赐阮性命，互阮人类伫世间。无论伫什么情景的中间，拢要深深体验主你怎样疼惜阮，甲阮看作宝贝。通过你时时刻刻的陪伴，来看见生命伫你的眼中，伫你的创造中间应该有的意义甲价值。感谢你，互阮伫大降节的时阵，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互阮准备阮的心。搁较会当拍开来看见上帝你伫阮的中间所提醒的信仰课题，也互阮对安尼搁较清楚，
上帝你的主权甲旨意，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根据这个上新的这个世界统计 COVID-19 的这个数字来讲，到22月初9，全世界拢总有6.443万的人因为 COVID-19 确诊。拢是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6.4多万确诊的中间，有超过665万1577个人伫遐丧失性命。这665万个人，一个一个拢是上帝创造的性命，拢是上帝关心、疼惜、陪伴的性命。上帝伫迄中间敢无流目屎？上帝伫迄中间敢无艰苦？伫迄中间咧想，为什么这个性命爱离开伊的亲人朋友？各位，你想看卖？665万的性命是超过台湾1/3的人口呢。各位，1/3的台湾的人口离开咱，你想看卖？遮尔侪性命，3年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代志？过来，倒来台湾来讲。台湾到12月初9的统计，咱台湾有841万7837个人得到 COVID-19， 但是这无包括我，因为我无报政府知。人有足侪人得到 COVID-19， 拢无讲吼，我嘛是无讲的其中一个。总是841万，就是表示台湾的人口1/3的人，3个就有一个有确诊，对无？咱在座可能嘛超过1/3以上的人确诊，但是咱的死亡人口偌济？各位，14641个尔，无超过15000个呢。台湾因为咱的政府疼惜咱全体台湾人民，想尽办法，所以互咱台湾伫 COVID-19 的中间，咱死亡的人口遮尔少，也就是讲。咱虽然确诊840多万，但是咱大部分拢是轻的，小可感冒一下，小可扫一下，头壳小可疼一下，安尼就无啊。因为咱有注疫苗。但是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到即马超过3年，全世界有遮尔侪医生、科学家，无人知 COVID-19 对倒来。第二 ，COVID-19 免哪解决？有药通医无？无。目前为止，敢若咱用啥？用疫苗预防，互咱莫得到 COVID-19 的时阵，伫迄中间变做对你的身体真大的损伤。总是各位665万个人呢，咱今礼拜伫遮都无超过200个，你想看卖？当咱到伫圣诞节的时阵，每年到伫圣诞节是咱上重要，伫迄个中间咧思考。上帝本身为什么爱道成肉体成做人来到世间？每年到伫圣诞节的时阵，咱的正教会准备真济咱的庆祝的活动，包括真像咱拄啊宜家老师所带圣歌队所吟遐尼好听的歌，包括咱所长老读拄啊咧祈祷的中间，怎样咧讲起着上帝伫疼世间，上帝的疼。到最后看见人的无法度的时阵，伊家己道成肉体来到人的中间，伊成做耶稣来到世间。但是为什么要来世间？要表明真清楚甲咱讲，伊对生命的疼，伊怎样关心生命？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圣诞节上重要就是要告别这项，告别上帝疼世间所有的人。无论伫什么情形的中间，上帝的疼永远袂改变。这就是当年圣诞节，咱上重要咧抬杠，咱上重要要宣告，通过咱家己，通过咱今日拍拼努力，来将上帝对生命的疼，伫咱的中间来提醒，来实践。12月份其实对咱所有的教会甲基督徒来讲，是对伫人权甲生命上重要的教育
甲实践的时阵，啊，这拄好就圣诞节，就是咧提醒咱，为什么？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每年的12月初1是什么日子？有人知无？12月初1，12月1号，那是联合国所定的啥？世界艾滋日啦。艾滋，什么是艾滋知啦？你若注意12月初1，所有电视媒体、记者顶面主播拢甲一个啥？红色的啥？缎带对无？咧创啥？咧少年 AIDS 同款 ，AIDS 安怎来？真侪原因，但是 AIDS 安怎无药医？当你若得到即个病症，若发病的时阵，就是安怎死亡一条路。但是今仔日同款啊，咱的教会甲基督徒，当咱咧面对即个 AIDS 的时阵，上帝安怎咧提醒咱？安怎去看待？AIDS 带予咱的信用课题。过来，联合国制定每年12月初3，什么日子？叫做国际的身心障碍日子，身心障碍的啥关怀日，联合国制定的啦。关心什么人？身心障碍者。过去这个身心障碍，英文甲讲做 handicap， 这个就是甲咱即马对话中国讲啥？叫做残疾人。非常看轻也非常歧视的一个名词。后来英文改做啥？改做 disable。disable 嘛同款，意思是讲安那有某一部有困难。但是即马上新的英文讲啥？叫做 differentable。你讲啥？讲上帝虽然予伊身躯某一个部分无好势，总是上帝颠倒予伊身躯真侪安那会当看到上帝恩赐甲疼痛才能的所在。就亲像 Helen Keller。美国遐尼有名的作家，目睭看袂到，总是上帝予伊心灵心思会当做遐尼济的写作诗。各位亲爱兄弟，这个世界艾滋日，也是这个国际的身心障碍日，接续过来就是昨啦。12月初10，联合国定做什么日？12月10号什么日子？国际人权日啦！1948年，联合国12月初10制定发表《世界人权宣言》30条。这30条咧确保，讲每一个生命拢是上帝创造的，每一个生命对出世，伊就要有自由、平等、伊的尊严，政府有责任要保障。这1948年制定了以后，1950年联合国就制定每年的12月初10叫做国际人权日，是世界人权日，咧提醒咱对一生命、对一人权的责任。每一个生命伫世间，无论伊是甚物状况，咱爱确保伊的人权、甲伊的生命的尊严、甲自由。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当我咧讲这个时阵，咱的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1996年第43届总会的时阵，通过当时伫总会有3个委员会，迄阵我拄仔是总会干事，负责青年甲大专，阮2个委员会，甲妇女事工委员会，迄阵是所这个妇女干事张主任牧师甲我做伙，3个委员会提案入总会，然后通过，对1996年开始。每年的12月初1第1个主日，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叫做关怀艾滋的主日啦，就是顶礼拜。咧提醒咱，艾滋带予咱虽然是艰难、困苦、目屎，总是伫咧中间，上帝怎样咧提醒咱的信用课题。对这个咧提醒的中间，12月份，艾滋也好，身心障碍者也好。也是每一个人权无受保障，伫黑暗的所在无人看见，伫迄中间艰难困苦流目屎。即边世界骹球杯咧比赛中间，咱有看到真济，咧表示对即个主办的世界骹球协会咧抗议，抗议啥？欧洲的国家当然要挂一个臂章，臂章顶面是啥？One Love，咧讲啥？
对伫世间侪遐，互人看见的同性恋的，也是迄个无共性别的迄款的意思的迄个双性恋也好，侪无共款的即款的性别的倾向的人，咱袂使排除因，因为上帝疼因。各位亲爱兄弟，德国队咧和日本比赛的时阵，伫开始进前咧翕相的时阵，因的喙拢往起来，对无？咧讲啥？咧抗议讲，即个骹球要比赛中间，迄个运动的精神，就是要疼惜所有的生命。各位亲爱兄弟，早起当咱三甲咧看拄啊所读的《路加福音书》12章的13节到21节的时阵，你会问想讲？即个财主也好，即个好野人，也是讲惊人讲企业家，为什么耶稣甲伊讲，伊是无智慧？那新的中文有本翻译讲他是无知的财主。即个财主敢是即款人？各位亲爱兄弟，一个当我的事业发展到一个程度，因为修行遮尔好。仓库藏袂落，当然爱去去新的仓库，毋才有法度将我今日所修成的藏伫新的仓库。我嘛当伫迄个中间，将我所修成的来享受。各位亲爱兄弟，当咱早起搁一遍对即个耶稣所咧讲的这个譬喻的时阵，咱会当对三方面三角咧思考。耶稣咧提醒，今仔日诚做一个教会甲基督徒。咱要知影伫咧中间，搁一遍来看见上帝的主权甲旨意伫咱中间，互咱的信仰挑战甲课题。第一，就是咱搁一遍要看见人类本性的自私甲骄傲，人类本性的自私甲骄傲。耶稣的譬喻内面所咧讲的迄个财主，其实耶稣到尾啊讲，戆人啊！今仔日下暗，我要将你的性命摕转来。你所有拍拼、努力所累积的一切，你敢有法度享受？你无机会享受啦！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为什么耶稣要安尼讲？对迄个财主、对迄个企业家来讲，伊是拍拼、努力，伫迄中间有修成，是得到祝福啊！所以伊伫迄中间，伊嘛要计划未来，伊要安去发展。每一个企业家今仔日拢是安尼啊，安尼做有啥物毋对？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要讲的毋对伫倒？毋对是你今仔日袂记你所有的修成，你所有得到的祝福，是上帝赏赐才有的啦，毋是你家己拍拼努力来的啦。你无法度，是上帝赏赐你才有法度。所以今仔日你要做决定选择的时阵，你应该要转来啥？上帝的面前，问看上帝的意思敢是安尼？各位亲爱兄弟，基督信仰就是常常咧提醒咱，你的生命的主权伫什么所在啦？毋是伫家己决定，是你会晓找求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欢喜。耶稣今日伫咧讲即个人戆无智慧，就是伊袂记你啊，袂记你啥？今日你所拍拼努力一切，若毋是上帝祝福，你什么都不是啦。所以今仔日当你要向前跑走头前的计划、大发展的即款的事业也好，你敢有问看上帝意思是啥？你敢有问看上帝讲今日你修成3倍、4倍、5倍，是要叫你去关心遐受苦的性命？是要叫你毋通，这物件是家己享受。因为耶稣指责的迄个人，伊想讲这物件就是我拍拼努力的，所以后壁以后人生我拢毋免创啥，我逐项拢有啊。但是耶稣甲讲，性命主权敢伫你遐，下暗我就要甲你的性命摕转来啊！请问你所拍拼努力的，要互啥人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人。伫上帝创造的中间，咱的本性自私甲骄傲，咱拢看家己最大。上帝无看在眼内，特别是愈成功的人，愈有智慧的人，感觉家己智商真悬的人，愈会感觉无上帝嘛无要紧。
所以，各位亲爱兄弟，耶稣搁一遍咧甲咱提起人类的本性的自私甲骄傲，就是遮尔清楚。小等咱要吟圣诗22首，这首圣诗这几年我真爱吟，因为我伫总会无论做助理总干事，做建发中心主任，我负责信仰教育甲法规委员会。我常常伫真济咱的各中会、各教会咧说明教会法规的时阵，真爱吟这首圣诗。这首圣诗是加勒比海加马凯的一首圣诗，讲上帝的正手，正手 right hand 咧表示嘛上帝啥公义甲正直啊。但这个手吼，上帝的正手既然是正直，所以伊安那到第3节的歌词讲啥？讲上帝要伫咱中间甲咱恭敬呢。各位亲爱兄弟，唱到遮无人敢唱啊？为什么？下面咧讲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攻击咱的自私、自利，攻击咱的骄傲甲不义。人就是安尼，总是你若继续唱我第4节、第5节、第6节，你要发现啥？后壁上帝继续要伫遐财政、伫遐扶持、伫遐医治，都是因为人骄傲。上帝伫迄中间要甲咱提醒，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你着爱将上帝看作重要，你要将上帝看作是咱的生命上重要的决定者。各位亲爱兄弟姊妹，第一项，耶稣伫迄个中间，搁一遍咧提醒咱人性的自私甲骄傲。第二项，伫即个中间，耶稣要搁一遍请咱去思考。上帝权能的即款的救恩甲愿望，上帝权能的救恩甲愿望，咱若有机会去读罗马书第1章的16节到17节，咱会看见保罗一个原来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到最后上帝用遐尼特别的方法拯救伊，伊用受拯救了，后来伊的一生打拼、努力咧分享的、咧宣传的基督的信仰。保罗伫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伫遐讲福音是上帝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人。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外邦人。但是保罗一生伊真实的告别的，特别伫迄个中间，伊咧讲，伊讲即个义是对头到尾，通过信来得到，也就是讲，上帝互人的拯救甲愿望。耶稣基督伫2000年前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你要相信也无？今仔日你看袂到录影带，你看袂到相片，你要安怎去相信2000年前耶稣是为着你甲我死伫十字架顶？为着迄个时代人死，当然啊，但是伊敢为着我死？敢为着2000年后你甲我死？有，你要相信也歹相信。你有相信的人，你就有法度确信。上帝即款的救恩，甲我有关系。各位亲爱兄弟姊妹，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就是第2次宗教改革罗德马丁上重要的根据。伊要讲起着因信称义，因为我会相信上帝要甲咱看作义人，因为我确信耶稣死，无论伫即马偌久，我拢要相信对即个信。上帝欢喜，搁一遍恢复人甲上帝即款的直接的关系。因信称义是罗德马丁的主张，甲伊的信仰的改革中间真重要的告别。总是即个告别，伫咱长老教会甲改革中，咱的创始者加里门甲伊讲，这叫做上帝的主权呐。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加里门讲，若毋是上帝的主权。今仔日人无法度得到救，无法度得到恩典，无法度对着愿望。这是因为上帝主权要疼惜咱，要拯救咱，互咱每一个人今仔日，当你相信耶稣2000年前钉死伫十字架的时阵，甲我有关系。我相信伊为着我死，所以今仔日对这个相信，我甲伊同死同过活。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拄啊，咱咧吟圣诗113首，这首诗歌就是咱即马的新圣诗654中唯一一首加里门牧师所写的圣诗。这条圣诗一节一节拢咧告别加里门安尼去看待家己甲上帝的关系。
所以伊到伫第5节，直接真清楚讲：除去你以外，别位无仰望。只有上帝你，才有可能互我人生性命有仰望。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今日佫一遍要甲咱提醒，咱诚做基督徒，咱的一生怎样常常咧告别上帝权能所带来救恩甲仰望。这救恩甲仰望，就是咱圣诞节要讲的报家因的好消息，就是这项。要甲人讲。每一个性命伫上帝眼中看作宝贝，每一个性命通过甲上帝的结连，咱的性命要得到仰望。所以第3项，耶稣今日最后一项要甲咱讲的，就是咱诚做基督徒咧跟在伊的中间，咱来做一个敬虔、谦卑、顺服的基督门徒。咱来诚做一个敬虔、谦卑、佮顺服的基督门徒。咱拄读路加福音书13章甲13章的13节甲21节，转去恁会当家己看后壁迄段13章的22甲31节，因为耶稣咧讲的结论伫即段中间啊。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即段伫圣经翻译伊的标题甲讲信靠上帝，然后到路加福音书12章的31节，嘛是今仔日咱的金句，伊咧中间。讲耶稣伫遐要求讲，着爱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就恁所求的一切物件，我拢赐互恁。耶稣结论伫遐讲基督徒今仔日，你上重要的一项是啥？爱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这个实现伫你家己的心上，伫你一生的中间，伫你的生命内底，嘛要继续伫你所接触的人、事、教会。社会、国家、世界中间，当咱也有机会去看同款的一段圣经节，伫马太第6章33节，耶稣咧对伊的学生伫遐要求讲：，恁在先求上帝的主权甲伊的旨意的实现，就恁所求的一切，我拢会赏赐互恁。咱拄爱启应，咧启应中间的回应嘛同款，就是用马太福音书第6章。伫迄中间，佫一遍咧提醒，基督徒一生对咱家己、对咱所接触、对咱所发展出去的一切，拢伫迄中间咧讲，咱怎样拍拼、努力，互上帝的主权甲旨意临到伫咱以及咱所关心的一切代志顶面。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特别恁有机会去看马可福音书第10章。迄个中间有记载有一遍耶稣，当伊咧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学生看到犹太人的父母带囡仔来，要耶稣甲因祝福，这门徒竟然伫迄中间为着要互耶稣有机会小休困，甲犹太人的父母甲囡仔赶走。结果耶稣伫遐足受气，耶稣受气，你讲甲这学生。讲恁今仔日袂记得我来世间的目的是啥吗？我30年时间准备，只有3年的时间会当为着上帝国做工。我今日伫咧拍拼，找机会咧拯救疼惜的性命，恁竟然甲遐我要疼的性命甲因赶走。后来耶稣伫迄个中间讲今仔日人若无亲像细囝共款，安尼来接受上帝国，绝对袂当入去。耶稣咧讲的意思是啥？讲咱今仔日就要完全单纯信靠上帝，你才有可能成做上帝国的子民啊！爱亲像细囝共款，用完全的心、单纯的心，真正信靠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才会当真正活出过活神生命。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今日是代表圣经公会来到咱上山教会，感谢咱过去对台湾圣经公会关心、支持、代祷甲奉献。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要安怎通过圣经会当将咱的生活搁较看见上帝的主权甲旨意怎样咧提醒咱？伫人生每一个时刻，当你咧向前跑走的时阵，怎样会当通过上帝的主权甲旨意，互你搁较活了真正的平安甲喜乐。
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985年所统计台湾基督信仰教会台湾基督长老的信仰个别拢总有5段，其中的第2段就是咱的圣经观，这圣经观只有3句话，讲阮相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第3项上重，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圣经是记载上帝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上帝本身的话啊，记载伊的救赎。这上帝所启示的内面的内容是啥？是咧讲起着上帝怎样救赎人，将恩典、疼痛、救恩予人类。旧约是以色列人的经验，新约是耶稣家己来到世间道成肉体。伊死上天了，才会门徒怎样继续将福音、将耶稣基督的疼、上帝的疼，通过咱每一时代的教会甲基督徒，带到伫咱所接触每一个生命。所以今仔日咧讲起着圣经，是咧记载上帝伊本身伊启示伫咱中间的这救赎，目的是啥？做咱信仰甲生活的准则。诚做咱的参考，诚做咱的建议，诚做咱真重要，会当根据这个经验，特别是人失败的经验，互咱知影怎样甲上帝建立应该有的关系。所以小等，咱礼拜要结束的时候，咱会吟圣诗605首。这首诗歌内底是咱的三一教会七信德牧师的后生齐文所做的曲。歌词是潘霍华牧师，39岁就为着反对希特勒政权，伫遐互人处死的牧师。总是你看伊的歌词伫迄个中间足清楚。当伊上悬家，知影性命无远望的时阵，伊怎样靠主恩典奇妙溃力，伫迄个中间咧保护。伊确信，就算死，嘛会当伫迄个中间去体会上帝无尽的恩典、疼痛甲祝福。愿咱特别为着台湾圣经公会，即摆总干事是咱进前上山教会长老郑正良牧师。伊进前伫咱遮做长老，后来读神学院做牧师，伊是我的结拜兄哥，总是伫圣经公会所咧扮演的真重要的角色。毋但伫咧中间翻译圣经，诚做咱重要的母语。咱台湾圣经公会帮助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翻译真侪，无论原住民的圣经、客家圣经。搁咱台语圣经，咱台语现在台语译本伫去年11月已经正式新的翻译已经出来。这新的翻译内面常常咧，互咱搁较会当用现代台语，搁较了解上帝的疼、平安喜乐怎样伫咱逐日的生命，互咱会当活过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欢喜。愿上帝祝福咱，伫今年的圣诞节。咱搁较会当看见，嘛会当搁较经验，搁较通过咱家己来告别上帝的主权甲旨意。咱毋若坚持相信，咱搁较要伫咱的生命中间时时刻刻活出上帝的主权甲旨意。请咱三个同心来感谢。至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无看阮的自私甲骄傲。你无看阮家己，看家己比你较高。感谢你常常咧提醒阮，怎样搁较敬虔、谦卑、顺服，诚做你尽忠的采用。虽然阮的生命有限，虽然阮的智慧遮尔少，虽然阮真侪时阵只有拢咧看家己，总是感谢你。一遍搁一遍，常常咧提醒阮，若毋是上帝你家己恩典赐福，毋是你的主权，毋是你的疼，阮的生命无意义，阮的人生无远望。愿你伫今年大抗节的中间，搁一遍，互阮会当深深确信，也欢喜告别，阮的一生要坚持相信。实践你的主权，活出你的主权，互阮的一生归荣光伫你利益正人。阮也要特别将台湾圣经公会仰望伫上帝的圣神大大的祝福，互因伫每一个时阵，因所做的翻译的事工、出版印刷的事工，
将上帝你的话、你的启示、你的救赎，带互每一个接触圣经的人，互因的性命得到改变，互因的性命看见平安甲喜乐，互因的性命逐日会当因为主你的同在，互因真正得到平安喜乐。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掀开手部来读今仔的金句，咱做伙来读2遍。独独恁着求伊的国，就遮的面要煞互恁。路加福音12章31节。独独恁着求伊的国，就遮的面要煞互恁。路加福音12章31节。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话，信诗22首。请起立。主上帝遮手，伫咱中遮伊，写出恁爱欢迎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心里甲目屎，伫主上帝遮手落无记载。下一王献，请王总会长老、杨义香长老、扎新长老、曾启阳执事、蔡松瑞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请咱看周报397页。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中集来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的侍奉者，请咱家己看。第三点，今仔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特别派地英仪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地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四点，今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中集会，请中集参加。今日下晡2点要召开建堂的委员会，请组长甲顾问来参加。第7点，双年大学2022年学年度的第1学期的甲这个社区照顾的据点。要定12月16号拜五上午10点要举行节夜礼拜吼。迄天12点半要甲双年团契举行圣诞的聚餐。第8点，教会定2023年1月21拜六暗时6点要踮咧教会举办爱在松山除夕围炉的活动。欢迎袂当转去故乡，也是单身，也是即个小家庭的即个会友来参加，也欢迎邀请朋友来参加。为着要备办即个餐食吼，请咱12月18礼拜以前的1楼公布栏来登记。宣教组甲特殊工组要伫12月25礼拜下晡7点到5点。要踮咧上山车头的迄个圆顶广场，要来举办圣诞节的联合事工，爱松山分享爱，欢迎兄弟踊跃参加。也要踮遮也要来征求吼，来鼓励咧兄弟来捐赠即个还袂用过的物件哈。对今仔开始收件到12月18礼拜截止。为了要丰富即个活动的内容，要征求逐款的即个乐器的演出，请詹老师也是廖瑞芬执事来报名。刷落要征求即个圣诞老人也是囡仔，请牧师也是秀雅执事来报名。集体关怀，蔡生阳先生甲李木仪姐妹。要定12月17拜六下晡7点半，要踮咧教会举行礼拜，结婚的礼拜，欢迎兄弟前来观礼。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伫遮来补充报告，就是咱伫楼骹1楼的公报内有一个迄个司马县教会因的义卖，所以因有一寡香菇，也是乌的蒙米，这拢会当互咱来登记，毋茫讲咱会当来支持因的教会。过来，咱来为着咱看咱的圣诞节有真侪事工，所以请咱兄弟姊妹会当先将时间留落来。咱除了25号礼拜的联合礼拜下晡伫园亭的即个事工以外，咱在24号暗时，咱嘛有报佳音，咱嘛有欢迎要去处理报佳音的，嘛会当义乡长老来报名。
咱嘛有伫教会，咱嘛有一个圣诞市集，好嘛？邀请咱的家长会当带囡仔，也是介绍互四周围的遮囡仔会当来参加。好，这是咱来祈祷，咱大心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世界，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第二，咱为着咱新任的长职来祈祷；第三，咱为着建堂的事工来祈祷；第四，咱为着怀孕的姊妹慧芳、宇文，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姐詹美容姐、明珠姐、阿淑姐、顺生兄、阿卡姐、赵雄兄、来富姐、秋菊姐、邱玉姐、应轩、钟贵兄、秀恩姐、张老师、邓妈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谢平兄、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幼庄兄、李翠老师，咱开出为着遮个事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组织做一体，互阮会当伫遮听你的话，做伙伫遮祈祷，做伙伫遮吟诗敬拜。主啊，恳求你透过礼拜，互阮搁一届得到快乐。也帮助阮得到快乐了后，阮踏出社会，会当成做社会所有人的祝福。但是，阮要为着阮教会的集体来祈祷。阮的教会中间有身躯软弱的、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拢恳求主你来扶持、医治、帮助因会当恢复健康。主，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个姊妹。也是真侪兄弟姊妹，因的家庭内面有细汉的囡仔，也恳求你享受因有快乐；也是想要怀孕的姊妹，也恳求主你享受你的福气。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中间，可能有的人伫敲找新的工课、新的方向，也恳求主你会当来清楚来指示。主，为着教会中间的遮个长职来祈祷，主恳求你赏赐互因快乐、智慧，会当伫主你的面前立志，会当献身，要互你来使用。阮也为着教会中间阮真大的议题，就是阮的建堂来祈祷。主恳求你赏赐互阮智慧，特别阮拢真愚公，阮真不足，总是主恳求你牵阮的手，牵阮的骹步，会当继续来向前。主，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阮看见即个世界充满混乱，真侪人伫活伫妖恶、活伫恐怖、活伫无自由的中间。主，阮也恳求你的拯救。主，也为着台湾来祈祷。阮为着阮的台湾同胞来迫切祈祷。有真侪人也袂明捌你。主，阮恳求你赏赐阮的稳定，也共款会当达到因的身上，互因也会当成做耶稣基督你的囝儿。主，阮也要为着阮的遮个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祈祷，恳求你保守遮宣教师，因有诶伫真危险的所在伫遐做工，恳求你保守因的安全。今仔日也是圣经的主日，普世圣经的主日，阮也恳求你，互阮会当看重圣经的重要，帮助阮每一日透过圣经，阮会当得到快乐。也恳求主保守真侪伫翻译圣经的遮个人、遮个学者，也恳求你赏赐智慧，互因会当透过因的智慧，将圣经的语言会当翻译，互古真侪人，互因会当读有圣经。主，阮恳求你保守，阮将兄弟姊妹未来一个礼拜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特别后礼拜开始天气会真寒冷，恳求你保守兄弟姊妹，阮拢有健康的身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即是来吟圣诗，圣诗605首，圣诗605首。吟诗了，请牧师祝祷，请起立。主所安排。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在无尽。阿门。阿门。下一